我頭先講嘅所有嘢，得一件事會完全摧毀嘅啫，就係簽證。對我嚟講，已經冇歸化同永住嘅考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住喺北海道小樽嘅香港人啊。呢句説話仲可以講多幾耐呢？係啦，因為而家日本嘅政府對在日嘅外國人係所有外國人，即係唔單止某啲國家嘅人。係所有而家喺日本嘅外國人，只要未歸化啦、未攞永住啦，都非常之極度唔樂觀嘅。大家都好好奇，想知喂，你間鋪而家點啊？死得未啊？灑你有冇錢賺？有冇錢剩啊？阿灑而家個簽證同埋呢個政策我點算啊？咁就間鋪咧係上年2月開嘅，咁今年2月就啱啱好1年啦。咁而家係8月，即係1年半啦。咁開咗1年半後咧，睇翻今年嘅 data 同上年嘅 data 咧，喺數字上咁好明顯係比上年好啦。咁當然個數係唔係好夠啦，因為只係1個半 part time 嘅錢啫嘛，1個月，即係平均每個月暫時睇到。咁但係多過上年啦，係應該要多過上年嘅，係啦。咁另外就係我哋嘅名氣啦。我哋名氣算高嘅，高度係咩？因為大家唔知我哋嘅支出係幾多錢啊！大家淨係睇到，因為好多遊客，有好多本地客，跟住之後又見到我哋有上雜誌、有報紙、有 KOL、有 influencer 咁啦，即係睇落去哇咁風光嘅，跟住定時定候又搞啲展覽咁啦，即係啲畫家啊、攝影師，而家出邊就係攝影師加畫家咯，即係將相畫成親筆畫咁啦，咁。睇落去好靚啊成件事，但係錢咧頭先咁講啦，雖然每個月有1個半 part time 嘅金錢價值嘅增長，但係其實係唔夠嘅。即係呢度風光到我有另外有一個 staff 咧，係以為我哋鋪頭揾好多錢，跟住我同佢講：喂，我個野飲機咧本身係勁大座嘅野飲機，而家轉咗細噶嘛。你知唔知野飲機點解要轉啊？我照實同佢講，轉咗之後每個月最少慳2萬幾英，我就係為咗每個月嘅支出一定慳到嗰2萬幾英，因為間鋪好需要嗰2萬幾英，所以我要換機。我就解咗呢件事俾佢聽咧，佢就明啊，原來鋪頭咁窮噶，比上年好。仲有個好大嘅原因就係我今年做多咗好多我自己產品，即係呢啲咧。呢啲就係我哋啲貓啊嘛，即係磁石嚟嘅。呢批磁石咧留念啦，啲人走嘅時候，喂，我頭先玩完邊啊，買隻邊啊翻去先。咁即係例如西班牙、德國乜都好啦，去留個紀念。咁仲有就係因為我哋整咗呢2個購物袋啊，極好賣。呢個係我哋 I 站啦。呢隻貓就係我有個 staff 打嚟就話，喂，出邊有隻黑色貓擺嚟擺去，驚佢俾車到，我可唔可以攞公司個籠出去救啊？就係佢啦。咁佢救咗翻嚟啦，咁我整咗佢呢個購物袋啦，超級無敵勁好賣呢個袋。我直情而家不停想再印咧，再翻貨咧，係冇咗呢隻色嘅袋咧，搞到我冇得翻貨。跟住咧就係呢個啦，寫住小樽有我哋鋪頭名嘅小樽啦，貓傳說之丁。咁啊呢個色係靚嘅，咁呢個袋又係好好賣，即係因為小樽同埋呢間鋪限定，同埋有寫小樽呢2個字啦。咁呢個2個袋為我哋增加好多嘅收入，跟住就再整咗呢個布袋啦。呢個袋嘅質料係極好嘅。咁呢個袋其實我而家成日孭住佢㗎，即係我都係出入去用佢。咁呢個袋都好賣。咁所以呢3個袋咧係幫咗我哋好多嘅。咁同埋人哋係有用呢啲袋喺街行都睇到係我哋鋪頭嘅嘢啊嘛。咁所以即係生意好咗，主要係因為呢3個袋啦，同埋做咗磁石啦，仲有就係3個。即係我試驗，所以做得3隻啫。咁因為我試驗啦，整自己鋪頭貓嘅鎖匙扣，咁整咗 I 讚啦，即係黑色呢隻啦。咁啊整咗靚女 Yuki 啦，咁啊同埋整咗 Kuro 啦，整咗3款鎖匙扣啫，都好賣。最好賣係 Kuro，不停印咯呢隻。咁所以呢堆嘢令到我哋自家製嘅嘢有明顯收益，係啦。咁所以其實今年我仲睇到好多可能性嘅。咁不過頭先講啊，而家睇翻個數字，好似今年可能會有輕微嘅黑字嘅收益賺錢喎。但係咧，啱啱前幾日先見完瑞利士啦，一見完睇完大鑊，日本有樣嘢叫消費稅10%。咁個消費稅其實係間鋪頭收住先，你要俾出嚟噶嘛。第一個消費稅啦。第二就係嗰堆咩法人稅啊，總之嗰堆稅交晒之後咧，最後咧
有機會只係收支平衡，即係幾乎冇賺錢，因為嗰堆嘢咧賺得太少啦，我哋，但係我哋必須要交出嚟，咁變相係做完好似黑字，交完稅得收支平衡，咁即係今年嘅成績可能即係收支平衡啫喎，咁就大鑊啦，咁啊等於白做咯，做得咁辛苦係咪都未賺錢？咁高名氣，全世界以為你賺緊錢，都仲未得。日本做生意真係有佢嘅難處。當然，我嘅預期係唔係咁少噶嘛？即係人哋啲開九 cafe 點解一個月會爆 booking 爆晒客咁啦？咁我哋未達標嘅。不過我仲睇到好多可能性，就係呢一堆我哋嘅貓啦，即係嚟緊我哋嗰兩隻咧，忌廉仔同埋我橙色嗰隻女咧，一定會受歡迎嘅話，你知超級受歡迎，肯定。咁會再整更多，即係佢磁石我又要整啦，再整其他更多商品啦。即係其實最緊要我要抽到時間，即係我成日都抽唔到時間，同埋我有少少執着。即係呢啲嘢唔係即刻就決定要做嘅，即係可能整完我要擺2-3日 confirm 係咪咁樣印，我會唔會改，咁我先去做咁樣啦。咁所以我有時間就要整更多呢啲嘢，我想整更多嘅文具啦，可能即係會好啲咯。有冇人嚟過小樽係有去整音樂盒同埋整玻璃？即係好得意㗎。咁小樽最出名就係整玻璃同整音樂盒㗎嘛。咁你就要 booking 啦、體驗啦、整啦咁樣嘅，好悶嘅。我好多客嚟呢度玩咧，就問：我個音樂盒館喺邊啊？我 book 咗突然間20分鐘後整嘅，要行過去使唔使20分鐘啊？定係我 call 的士啊咁樣嘅。咁所以其實好多人係會 book 整玻璃同埋整音樂盒啦。咁我係未親自體驗過嘅，即係我未試過使錢去整小樽嘅玻璃同音樂盒啦。咁所以我首先諗住使呢2嚿錢去體驗人哋體驗嘅嘢先，然後我就會諗我間鋪提供一樣體驗咯，又攞得走嘅。即係舉例，音樂盒呢度有隻貓頭嘅音樂盒，你喺度整完你攞走一個體驗。咁另外就係我 pet sitting 咧，其實係一直都想做噶嘛。其實咧，我就揼緊個網頁咧。其實點解成日啲人都講哇，你係咪淨係搞貓 cafe 都咁忙嘅？就係咁忙咯。我個網頁其實係揼咗70%噶啦，即係我揼緊個 pet sitting 嘅網頁，係啦。即最初供小樽點解咧？札幌嘅 pet sitter 都話我聽，喂唔掂喎，小樽真係冇 pet sitter 喎。係啊，小樽冇 pet sitter 湊貓，又冇 pet sitter 湊狗。招你嗰啲屋咧，勁有錢，勁多狗，唔知邊個湊，唔知點算而家。跟住札幌嗰啲落雪又唔想揸車嚟咁遠，好棘手喎。貓狗呢邊冇 pet sitter，邊個湊？我咧一直都想做，而有 market， 但係個 market 又唔係你想象中咁大嘅喎，即係佢有需要，但係唔係超大量，即係唔會一日排滿晒6個家庭、7個家庭嗰啲係唔會發生嘅。咁但係有需要咯。咁所以 pet sitting 我會做，但係點解個網頁砌咗70%一直都冇遲唔進咧？我呢間鋪嘅員工係未完全穩定啊，即係我成日都要衝翻嚟救間鋪啊！即係例如全日突然間冇 staff，早上冇翻嚟，又發生咩事？我要早上翻嚟餵貓搞臭貓，然之後開一日鋪，跟住又晏晝突然間唔知唔舒服走咗，咁所有嘢有突發嘅時候都係我要留喺度處理。咁如果我搞 pet sitting 咧，冇人去處理突發唔夠人開鋪嘅情況咧，總之間鋪要開，解決唔到呢個問題，我係唔可以出去做 pet sitting 嘅。咁所以我要喺我員工上呢間鋪更穩定，我只可以拋個身出去做 pet sitting之餘，我可能會帶多個員工出去跟我做 pet sitting，下一轉係佢接手噶嘛。咁所以呢個過程係需要呢間鋪穩定先嘅。開發個 pet sitting，首先佢個聲譽可能會好啦，因為我孭住呢一間貓 cafe 嘅 staff 去幫你做 pet sitting 噶嘛。咁另外就係佢，即係佢有錢賺嘅，但係個錢賺就係咁嘅。個客咧其實係俾1個鐘湊貓或者湊狗嘅錢啫嘛。但係我可能我 staff 要喺呢度翻下工出去，即係搭車可能要30分鐘，然之後翻嚟搭車30分鐘，咁即係有1個鐘頭嘅人工我都係要俾噶嘛。我收個客1個鐘錢，其實我係要俾2個鐘錢我 staff 噶嘛，係咪？咁總之所有嘢計翻條數咧，唔係想象中咁賺錢。但係頭先所講，就算而家只係得1個半 part time 嘅錢啦，即係每個月平均賺多咗1個半 part time 嘅錢，咁 pet sitting 應該都會揾到相同嘅收益嘅，多1個半 part time 嘅錢啦，應該得嘅。
咁樣加埋又係一個數喎。咁 pet sitting 喺聲譽、名氣同需求上都係要做㗎啦。咁只要我呢間鋪嘅 staff 安排得穩定少少咧，我會盡快執行。咁第一樣拋個身出去做嗰個，梗係我啦。我喺香港係拖5隻狗散步嗰啲嚟㗎嘛，係咪先？咁我有臭貓有臭狗嘛。咁同埋其實我仲有嘢想做嘅，喺寵物界貢獻或者 business 上啦，可能唔係而家咯，可能係5、6年後我仲有嘢想做，即係已經 plan 緊㗎啦，係啊。咁所以可能你問我而家喺日本搞呢間貓 cafe，搞 pet sitting，或者搞5、6年後我嘅計劃，咁可能我仲期望我喺日本能夠最少7年8年去完成呢一堆我想完成嘅嘢先，係真嘅，係啊，即係因為我仲有嘢想做。而家問題嚟啦，我頭先講嘅所有嘢得一件事會完全摧毀嘅啫，就係簽證。只要我冇辦法留喺日本，我頭先講嘅所有嘢都實現唔到咯。咁咧，前排日本政府啦，就對在日外國人出咗非常嚴格嘅條件啦，包括要高於平均收入啦，包括你要有30年份量嘅年金咯。我自己講都覺得好笑呢度。咁即係簡單啲講，而家落呢一集係 sorry， 對我嚟講，我覺得已經係絕路㗎啦。我睇唔到可行性同可能性。咁因為咁嘅，即係我呢間鋪咧，多謝大家啦，好多香港人嚟探我。咁啊，前排又有香港人嚟探我啦，就話喂，我想而家去申請經營簽。咁你知我不嬲都唔贊成而家去申請經營簽嘅，不過我都只能夠將個現實話你哋知，就係如果你有100萬嘅收入港幣，你裡面有30萬嘅港幣。你係要交稅啊，搞你公司所有嘢啦。即係如果你想留喺日本嘅同時間，就算你做晒所有嘢，每年去續唔續簽咧，入個管理局係判刑咁樣嘅。佢話你唔得，30日內唔該你執包袱。而家個現實係咁啦。而仲有就係佢而家呢個狀態，你想攞到歸化同永住咩？Sorry， 極難。當然你可以泵爆你啲錢嘅，咁但係你問最終會點咧？可能佢一句話，喂，你都冇5年簽，我點解要續你啊？我點解要出永住俾你？總之裡面有好多嘢已經係我睇唔到有空間，係應該咁形容，個空間係冇嘅，冇空間。我係同佢講揀第二度啊，唔好揀日本啦。即係另一樣喺投資角度好冇？你賺100萬使30萬港幣，又或者簽證上嘅所有嘢，你每年使嘅錢，你要請一個 full time， 你有3000萬yen，然之後你公司要賺錢，跟住就交勁大嘅稅，然之後你要幫自己嘅收入勁高，為咗有嗰30年份樣嘅年金，呢一切嘅嘢喺投資金額上係咪真係有價值啊？最終結果係咪如你所願呢？咁咧，智慧有條片㗎，如果你未睇，我極度建議你睇啊。其實睇完之後，我嗰晚幾乎唔係好瞓到添，即係我喺 Thread 同埋我喺 IG 都有講，每次當我要交續簽俾入個管理局嘅時候，我都會驚佢出嚟嗰個結果係同我講30日內你執包袱走啦咁樣嘅。佢本身未改呢個新政策，即係高過平均水平嘅收入同埋30年份量嘅年金之前咧，非常之不安同非常之驚。但係相反，佢出咗呢2個咁唔合理嘅要求之後，我就喺度諗，完全改變咗心態啦。改變咗啲咩咧？以前嘅我可能會諗，喂，喺度捱10年，你攞永住，又或者我Working Visa 捱5年或者10年啦，都係10年後我就歸化，咁即係10年後永住同歸化係有可能嘅事啦，係咪？咁而家簡單啲講就10年後永住同歸化都變成冇可能嘅事喎，即係
機會好微。就算政策會改，民心點會放寬好大呢？就算佢改極都係有限度啦。佢收得你呢個錢，你續簽要3年幾多錢、5年幾多錢，佢唔會降好多㗎。Sorry， 係啦，佢已經上咗呢個數，佢點會突然間大變呢？咁佢要求你呢一堆嘢，即係雖然未落實啫，佢一落實，基本上佢唔會減輕好多嘢㗎。即佢所謂放寬，可能某啲條件性有寬限，但係嗰個要求冇變咁咯。即係日本成日都係做呢啲㗎嘛。咁所以而家我睇到嘅就係歸化同永住冇呢個 ticket 存在嘅直情。Sorry， 我見到嘅冇空間，除咗結婚咯，係咪？除咗結婚都難你，但係難完你都叫可能會俾你。除咗同日本人結婚之外，其他我都睇唔到個永住同歸化嘅可能性、可行性。又或者咁講，因為我唔係高度人才，可以攞5年簽，同埋有超大公司 background，即係我唔係嗰一班最富裕或者最叻，即係而家係喺大學做教授，我唔係嗰啲人啦。咁所以我睇唔到終點，我睇唔到歸化永住有空間。咁所以對我嚟講已經冇歸化同永住嘅考慮。我個理由得一個就係我仲有嘢想完成，我仲有嘢想試，仲有嘢想做啊。咁所以我想留低咯，即係1年就1年啦，3年就多謝啦。咁咪留低繼續完成我想做嘅嘢咯。如果個政策唔係去到而家嘅地步，可能我仲會諗。你知我係一個見招拆招、用盡方法想留低嘅人，因為我啲貓咁啦。咁但係一個睇唔到終點嘅狀態，如果佢同我講，你要走啦，咁冇辦法咯。我本身想喺度做嘅嘢，因為一個簽證令到我冇辦法實現到我想做嘅嘢。你問我係咪完全冇實現到呢？我嚟已經創造咗一個貓傳說㗎啦。其實我有做到我想做嘅嘢，我亦都實現到我想實現到某啲嘅嘢，只不過我有更多嘢想做，而家因為簽證我冇辦法做我更多嘅嘢啫，係咯。咁我心態係好唔同，我唔係放棄嘅，即係當然我都會諗方法睇下有冇可行性，但係我狀態冇之前咁癲咯。咁所以如果去到有一日我突然間簽證話喂唔得，我哋30日內要離開日本啦，其實我一定要返香港做一個過渡㗎。我亦都要喺30日內安排好晒呢間鋪要簽俾邊個做負責人啊、擔當啊、啲寵物簽啲咩啊、個牌啊，所有嘢令到我簽完喺30日內呢間鋪繼續運作先。呢個係我必須完成嘅嘢。跟住我返香港 settle down 晒好多嘢，諗清楚啦，咁我就要再安排下一步咯。即係如果唔係而家在日外國人嘅政策去到咁嘅話，我真係諗住自己一世喺日本㗎啦，亦都冇諗住離開我啲貓。我啲貓而家得個2歲3歲，小極我都想陪佢20年啦，係咪先？唔想喺香港住係真嘅，而我亦都冇簽證留喺日本住啦，我又冇辦法去其他東南亞國家住呢，而成日可以返嚟日本呢，咁可能最終會係咁咯。即係如果因為簽證問題，咁所以而家心態唔同咗咯。起碼我自己覺得，喂，我成世會留喺度嘅想法，因為佢而家政策我會變啦。審查應該視乎每個獨立申請，唔會佢而家 set 嗰個 standard 係一刀切嚟㗎啦。全部人跟呢一個 standard，冇呢個條件嘅人唔使遞方啦，唔會批你㗎。我自己梗係想留喺日本啦，得先得㗎。我去東南亞住，我冇乜所謂㗎，我得閒翻下嚟摸貓啫嘛。唉，總之而家簽證想法唔同咗啦。我間鋪仲有嘢想完成啦，呢個就係我今個月直播想 update 你哋。阿 sa 而家點啊？又係1個月1次直播，提醒你關心阿 sa 啦。多謝你哋成為我樹窿啦，多謝你哋有我信啦。我嚟咗日本4年幾未試過呢個心態。即係第一次感覺到原來我唔會喺日本度老喎。好啦，今日直播差唔多啦，多謝大家睇我哋直播。Yuki，拜拜啊！Yes， 我哋嘅靚女 Yuki，拜拜。